學校秉承佛陀慈悲喜捨嘅精神，強調以人為本，促進學生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嘅均衡發展，致力培養學生正確嘅價值觀，期望為嚴重智障學生提供全人發展嘅優質教育。喺學生嘅智能發展方面，透過學生流程生活、跨科主題活動同埋戶外參觀嘅安排，讓學生走出課室，擴闊學生嘅接觸面。學校引入趣味性嘅全方位學習活動，豐富學生智能發展、體藝發展、德育及國民教育、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呢5種學習經歷。學校善用校外資源，豐富學科學習內容，聘請音樂治療、戲劇、歷奇、故事繪本、園藝、香薰治療等唔同領域嘅專業導師到校教導學生，培養學生多方面嘅興趣，達至全人發展。另外，透過校園生活嘅規劃，讓學生學習實踐不同嘅價值觀，以及國民身份嘅認同。透過多元情景、實景學習，令學生認識同埋學到同工作有關嘅知識、技能和態度。學校相當重視學生有強健嘅體格，透過各種形式嘅體育活動同埋日常小息進行嘅大肌活動，期望幫助學生提升體育技能同埋身體機能。另外，為咗發展學生對藝術嘅興趣，本校舉辦咗唔同嘅藝術活動，例如壁畫創作。我哋相信，讓學生參與唔同嘅社會服務，透過同社區人士彼此交流互動，唔單止可以建立學生嘅自信心，仲能夠達至共融嘅目的。最後，我哋希望學生能夠跳出課室嘅框框，愉快學習，愉快成長。